后来，伫这个总统大选剩43天，韩国瑜来出奇招，伊认为民调已经失真。伫个面册批评即届的大选是台湾选举史上上届喊过的一届。伊甲支持者来约定，若接到民调的电话，拢回答讲唔知影。也毋过今仔日韩国瑜过来改变着手法，爱支持者若接到民调的电话，拢讲唯一支持蔡英文。韩国瑜讲，就互民进党欢喜甲2020年的1月7日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再次来到台北市，这回是来到天母，当地议员甲拿赢立委候选人，甲台北市前市长霍良斌嘛拢来。天母的哪个字因都知，我知影。啊，不过你这句都无听到，台湾基因卡吧。所有10-20年来，这句话已经没有台湾人讲。为什么？太多台湾人民都已经没有钱了，真的没有钱，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。一直设计总统府。面对3个月来民调数字，伊伫透早伫面册铺文，认为2020总统大选是台湾选举史上上悍的一届，嘛向粉丝发声，请大家搁再忍耐一下。伊甲大家约定，也说最后4句，就是咱的通关密语，甲咱上真实的声音留到明年1月11。只是无到8点钟，韩国瑜阁有新的想法，爱支持者对即摆开始接到民调的电话，拢总讲为支持蔡英文，咱做伙互民进党欢喜到2020年1月7日。市场民调数量，大家先支持。一听到媒体问民调，韩国瑜马上回头离开。离投票已经剩无到50天，韩国瑜出奇招，惊险棋会当有偌济效果，恐惊开票当天才会知。